道輪迴呢4個字，我哋聽到耳仔都快起繭啦，但真正理解嘅人並唔多，好多人將佢當成安慰自己嘅說話，心想嗰個壞人遲早會有報應㗎，咁樣諗你就大錯特錯啦。天道輪迴並唔係迷信，就好似太陽東升西落、春夏秋冬4季更替咁，完全唔會因為任何人嘅意願而改變。你違背咗佢，就好似你要迎住一架衝過嚟嘅大貨車咁，結果會點？仲使問咩？梗係災難啦！我哋成日講人有千算，天則一算，呢句話好有意思。人點解有千算？因為人心複雜，有好多慾望同計較。今日想咁樣算計，聽日想嗰樣算計，要算利益、得失、人際關係，算到頭都痛埋。但係天呢？天只有一算，就係平衡，就係咁簡單。你多咗，佢就拎走少少；你少咗，佢就補返俾你少少。你破壞咗平衡，佢就想辦法恢復平衡。佢嘅算法就係規律。所以我哋講順天則昌，逆天則亡。呢個天唔係指高高在上嘅神明，唔係嗰個白須公公。呢個天就係自然規律，就係我哋講嘅道。你順住呢個規律行，就好似順水推舟咁，好輕鬆，好自然，你就能夠得到你應得嘅結果。你逆住佢呢，就好似逆水行舟，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最後可能仲係原地踏步，甚至被水沖得更遠，最後船翻人亡。點解有啲人睇得明，有啲人睇唔明白呢？呢個就涉及一個好重要嘅問題。人同人最大嘅分別，不是財富，不是地位，而係思維嘅高度。我哋叫做生命嘅維度。你企喺1樓，你睇到咩？你睇到門啊、牆啊，前面嗰個人擋住咗你條路啦，你覺得好痛苦、好憋屈啦。你跑到10樓睇啦，你發現原來出邊係片花園，風景好靚。你再跑到100樓睇啦，你睇到成個城市嘅格局，車水馬龍，井然有序。你仲會為1樓嗰個擋住你路嘅人而嬲嗎？你唔會啦，因為你嘅格局大咗，你嘅眼界闊咗，你睇問題嘅角度完全不同咗。你之所以感到痛苦，就係因為你停留嘅生命維度太低啦。喺低維度，你睇到嘅全部都係問題、矛盾、二元對立，就好似我哋今日睇到嘅好多現象，一定要分個你啱我錯，分個好人壞人，分個東方西方。你支持呢個，我就要反對你；你覺得呢個好，我就偏要話佢壞。大家相互對抗，相互內耗，將寶貴嘅精力都浪費喺呢啲無謂嘅爭鬥上面，呢個唔係好愚蠢咩？你諗下。我哋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啊！呢個地球好似一艘大船，我哋所有人都喺呢艘船上面。你喺船頭鑿個窿，唔通船尾嘅人可以幸免遇難咩？不可能噶！船沉咗，大家一齊完蛋。而呢個世界上確實有咁一小部分人，佢哋係生活喺高維度嘅，我哋叫佢做絕對宇宙。呢個名聽起嚟好玄。其實好簡單，就係佢哋擁有一個整體嘅世界觀。佢哋睇問題唔係從我嘅利益出發，而係從我哋嘅整體出發。佢哋深刻明白呢個世界係一個生命共同體。你好，我先可能好，我好啦，我有責任令你好。我哋彼此之間係相互依存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邊個都離唔開邊個。就好似我哋身體入邊嘅5臟6腑，心臟可以話我最重要，你哋都要聽我嘅咩？佢唔可以。肝臟壞咗，心臟都遲早要出問題，所以要共同維護呢個生態嘅平衡。呢個就係我哋中華文化幾千年嚟一直強調嘅道法自然。所以當古人講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嘅時候，你要聽清楚哦。呢個我唔係指某一個皇帝，唔係指某一個霸道嘅人。呢個我係指天道，就係自然規律。你順住規律，你就能夠昌盛；你違背規律，你就會走向滅亡。我哋人類要對自己嘅所有行為負100% 嘅責任。你唔好以為你做嘅事人哋不知，天不知。你呃得到人哋，你呃不到規律，呢個係走不甩噶。凡係違背咗自然規律而成功嘅事，你放心，佢一定會喺某一個階段將自己所創造嘅一切通通消耗乾淨，
呢個係必然嘅。你仔細去觀察，唔好聽我講，你自己去睇你身邊嘅人同事，你睇係咪呢個道理啦？你睇嗰啲喺10年、20年前通過一啲唔光彩嘅手段，比如話欺騙、投機倒把、發咗橫財嘅人，你現在再去睇佢，你會發現佢得到嘅嗰啲事，基本上都消散得差唔多啦。點解？因為佢得到嘅方式就唔啱嘅，嗰個財富本身就帶住一種不平衡嘅能量，佢嚟得快，去得都快。老天爺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將佢收返去，可能係一場失敗嘅投資，可能係一場突如其來嘅疾病，可能係仔女嘅不成器，將佢揮霍一空，守不住㗎。再睇埋嗰啲過去非常風光，依賴住各種資源同背景發大財嘅人，佢可能係靠住某個政策嘅紅利，或者係靠住某個有權勢嘅親戚。嗰陣時佢覺得自己不得了，呼風喚雨。但係呢2年你再睇，佢係咪越搞越差啦？點解？因為嗰個背景係會變㗎，嗰個資源係會枯竭㗎。當嗰個靠山倒咗，當嗰個風口過咗，佢自己呢，佢乜嘢都唔識，因為佢從來冇真正去鍛煉過自己安身立命嘅本事。佢就好似一棵溫室入邊嘅花朵，一旦失去咗溫室嘅保護，外面嘅風雨一來，馬上就凋零啦。仲有一種人更加有意思呢，就係嗰啲通過買彩票或者其他咩偶然嘅機會一夜暴富嘅人。你以為呢個係天大嘅福氣咩？我話你知，對好多人嚟講，呢個係天大嘅考驗。佢突然之間擁有咗自己無法駕馭嘅財富，成個人就飄啦，就迷失啦。佢會覺得辛苦揾錢太慢啦，仲係要靠運氣。於是佢一世都喺度揾下一個一夜暴富嘅機會，結果呢，佢再都揾唔到啦。佢將原來嘅工作丟咗，將原來嘅朋友都得罪咗，最後喺無盡嘅幻想同失落當中抑鬱終生。咁嘅例子太多太多啦。仲有一啲人呢，就係靠住一啲小聰明，投機倒把揾咗啲錢。呢種人，你睇佢嘅家庭通常都唔會太和睦。點解？因為佢嘅整個思維模式就係建立喺利益計算上面㗎。佢對屋企人都成日係講利益，而唔係講感情。佢將所有嘅人際關係都睇成係一種可以利用嘅資源。咁嘅人，佢點可能得到真情？佢身邊點會有真正嘅朋友？佢內心係孤獨㗎，係缺乏安全感㗎。但係你調翻轉頭下另外一種人，佢哋形成咗非常鮮明嘅對比。你睇嗰啲腳踏實地，一步一個腳印，勤勤懇懇，默默無聞，持續付出嘅人，可能喺過去10年，佢一啲都唔起眼，甚至仲有人嘲笑佢，話佢太蠢啦，唔識走捷徑。但係你睇而家，佢係咪慢慢嘅嶄露頭角啦？佢嘅專業能力越嚟越強，佢嘅口碑越嚟越好，社會同身邊嘅人開始越嚟越認可佢，因為佢嘅根扎得好深。再睇嗰啲從來冇想過要一夜暴富，就係靠住自己嘅一身技藝同實實在在嘅智慧，通過自己固定嘅穩定嘅揾錢能力，一步一步向前行嘅人，佢哋可能行得不快，但係佢哋行得非常穩。佢哋正在慢慢嘅成為呢個社會嘅中流砥柱，因為佢哋可靠，佢哋令人放心。仲有嗰啲一直堅持學習，不斷提升自己思維覺悟嘅人，佢哋可能一開始路行得好窄，好辛苦，但係佢哋通過學習，眼界不斷開闊，心胸不斷寬廣，你就會發現佢嘅路越行越闊，接納佢嘅地方越嚟越多，願意幫助佢嘅人脈圈子都越嚟越廣，因為佢成咗一個有價值嘅人，一個能夠為人們帶嚟啟發嘅人。最後你睇嗰啲對自己有清晰嘅定位，內心非常純粹善良嘅人，佢哋可能揾嘅錢唔係最多㗎，地位唔係最高㗎，但係你會發現佢嘅幸福感係越嚟越強㗎，佢嘅生活非常穩定，佢嘅家庭非常和諧，佢成個人散發出嚟嘅氣場就係安詳㗎，係溫暖㗎，佢成為咗身邊所有人嘅標杆同榜樣。所以你睇呢個世界，從短期嚟睇，好似好唔公平，
有啲人投機取巧，短期內就能得勢，飛龍在天；有啲人呢，勤勤懇懇，腳踏實地，好似一直冇咩進展。但係你將時間拉長啲，拉到10年、20年嚟睇，你就會發現呢個世界公平到令你感到敬畏。佢唔存在咩公唔公平，只存在你做嘅事合唔合天道。萬事萬物都有佢內在嘅發展規律，你再好嘅機會，你再犀利嘅技能，都敵不過天道規律。違背天道嘅人，最終必然會受到懲罰。呢個懲罰唔係邊個嚟罰你，係規律本身喺度起作用。呢度有幾個非常重要嘅天規，可以話係天道鐵律。邊個違反咗，邊個就必然會遭殃。第一個天規就係你嘅名聲不可以大過你嘅才華。我哋成日講一句話，叫做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。呢個名聲其實就係一種位。當你嘅名聲好大嘅時候，就等於你被放喺一個好高嘅位置上面，所有人都用放大鏡睇住你。呢個時候，你嘅才華同品德就必須能夠支撐起你嘅名氣。喺呢個支撐唔住嗰個問題就大啦。呢個就好似咩呢？就好似一個氣球，你嘅才華係氣球本身嘅材質同厚度，你嘅名聲係往入邊吹嘅氣。你嘅材質好厚實，你吹好多氣入去，佢會變成一個又大又靚嘅氣球。但係如果你嘅材質好薄好脆弱，你非要將佢吹得好大，結果係乜嘢？砰一聲就爆咗。好多人就係咁，佢稍為有咗啲名氣就被捧到暈頭轉向啦。佢覺得我不得了啦，我係名人啦。佢就開始利用呢個名聲去快速嘅變現，去斂財，去享受。佢忘記咗一件最重要嘅事，就係要繼續去學習，去提升自己嘅才華同德行，去加厚嗰個氣球嘅材質。佢將上天俾佢嘅呢個寶貴機會當成咗一張可以無限透支嘅信用卡，佢不斷嘅透支自己嘅積累，消耗自己嘅福報。最後嘅結果就係能量消耗殆盡，名聲掃地，甚至遺臭萬年。咁嘅例子，我哋睇得仲少咩？所以一旦你嘅名聲大過你嘅實力，你就係名不符實，就係欺世盜名，災難一定會嚟，呢個係必然㗎。真正有智慧嘅人，佢會努力令自己嘅實力提升嘅速度超過自己名聲提升嘅速度。當名聲來咗之後，佢反而會更加低調，更加謙虛。佢將名聲睇作係一種鞭策，一種責任。佢知道名聲越大，責任就越大。呢個係上天俾你機會，令你去積德行善，去升華自己嘅靈魂，去造福更多嘅人。你咁樣去諗，咁樣做，你嘅路先會越行越穩，你嘅成功先會越嚟越大。第二個天規係你嘅財富不可以大過你嘅功德，享千金之富者必是千金人物。呢句話講得太好啦！咩叫千金人物？就係你嘅功德，你嘅承載能力要達到千金嘅級別。我哋再用一個比喻，一張台，佢嘅設計同用料決定咗佢最多能夠承載500公斤嘅重量。你突然之間喺上面放咗2000公斤嘅黃金，你覺得會點樣？呢一張台必然會咣一聲轟然倒塌，台腳斷咗，黃金都散落一地。財富對一個功德唔夠嘅人嚟講，唔係福氣，係禍害。我哋中華文化非常講究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你所擁有嘅財富都應該係你為呢個世界創造咗價值之後，自然而然轉化而嚟嘅回報。呢個價值就係你嘅功德。你治好咗一個病人嘅病，你為佢創造咗健康嘅價值，佢俾你醫藥費，呢個係你嘅功德轉化而嚟嘅財富。你起咗一棟堅固嘅樓，令一個家庭可以安居樂業，你創造咗安全嘅價值，你收取嘅費用都係功德轉化而嚟嘅財富。你寫咗一本好書，啟發咗好多人嘅智慧，你得到嘅版稅同樣係功德嘅轉化。但係而家呢個時代，好多人本末倒置啦，佢唔想點樣去創造價值，點樣去積累功德，佢滿腦子想嘅就係點樣搞錢。為咗揾錢，佢可以不擇手段，可以出賣良心，可以坑蒙拐騙。佢以為佢揾到咗錢就係成功啦，其實佢錯啦。佢揾到嘅嗰啲錢，我哋叫做不義之財。呢種財佢帶住好強嘅負能量，佢會腐蝕你嘅心性，會令你變得越嚟越貪婪，越嚟越冇安全感。你為咗守住呢啲錢，
你會活喺恐懼同焦慮當中，最後呢啲錢一定會通過某種方式俾你帶嚟更大嘅災難。所以你睇，千金財富嘅人物，佢自然就擁有千金嘅財富。如果一個缺德嘅人物，佢應得嘅係餓死，係潦倒嘅下場，你非要俾佢萬貫家財，嗰個咪就係害佢咩？唯有厚德先能夠配得上厚財。你唔好去羨慕嗰啲突然暴富嘅人，你要做嘅事係安安靜靜嘅去修養自己嘅德行，去積累自己嘅功德。當你成咗一個千金人物嘅時候，你放心，千金嘅財富自然會嚟揾你，而且嚟咗之後，你能穩穩嘅接住，仲能用佢去做更多有功德嘅事，形成一個良性嘅循環。第三個天規係你嘅地位唔可以大過你嘅貢獻。易經入邊講，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先不及矣。呢幾句話真係千古不變嘅真理。你嘅德行好淺薄，卻坐到咗一個好尊貴嘅位置；你嘅智慧好渺小，卻要去謀劃一件好大嘅事；你嘅力量好微弱，卻要承擔非常重大嘅責任。咁做嘅結果係乜嘢？好少有唔失敗㗎。地位係乜嘢？地位係一種權力，係一種影響力。你坐喺呢個位置上面，你講嘢就有人聽，你做嘢就有人跟隨。但係你憑乜嘢能夠坐喺呢個位置上邊？唔係因為你長得靚，都唔係因為你識拉關係，根本嘅原因在於你對呢個團體、呢個組織有實實在在嘅貢獻。你諗下，喺一間公司入邊，大家點解會服一個領導？一定係因為呢個領導佢有能力帶領大家打勝仗，能為大家爭取到利益，能解決大家解決唔到嘅問題。佢嘅貢獻擺在嗰度係睇得見摸得着㗎，所以大家從心底入面服佢，擁護佢，佢嘅位置就坐得好穩。調翻轉，如果一個人冇咩實際嘅貢獻，就係靠住一啲卑鄙嘅手段，比如話拍馬屁，比如話搞小團體，算計人哋爬到咗一個好高嘅位置上面，佢坐上去之後會點樣？佢會發現底下嘅人睇佢嘅眼神都係唔甘㗎，嘴上可能好客氣，叫你一聲領導，心入邊呢充滿咗不服、嫉妒、猜疑，甚至係喺背後等住睇你嘅笑話。你下達一個指令，冇人會真心實意嘅去執行，都係陽奉陰違，你根本就做唔出任何成績。最後嘅結果一定係喺某個時刻被眾人合力撕扯落嚟，摔得一敗塗地。所以唔理你喺任何一個場合，家庭都好，公司都好，社會都好，一旦你被大家捧到咗一個好高嘅位置，你一定要馬上警醒，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我嘅貢獻配得上呢個位置咩？如果配唔上，嗰個係非常危險㗎。呢個時候，你一係就趕快諗辦法做出與之相匹配嘅貢獻嚟，一係就謙虛啲，將呢個位置讓俾更有能力、貢獻更大嘅人。呢個先係真正保護自己嘅智慧。我哋講，一個人永遠冇辦法真正享受到超過佢德行同貢獻嘅事，即使你通過某種手段暫時得到啦，你放心，天道都係嗰個規律，一定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將佢俾收返去。呢個數從來冇算錯過啦，所以人呢一生呢，真係唔使咁焦慮。你唔好成日去睇人哋，去同人哋比，你越比你心越亂。你要做嘅就係返嚟睇自己，腳踏實地做好你自己嘅本分，將你自己嘅才華磨練好，將自己嘅功德積累夠，將自己嘅貢獻做出嚟。你只管耕耘，不問收穫。人哋欠你嘅，你唔好去計較。你放心，上天會用另外嘅方式加倍嘅補償俾你。你多做嘅嗰啲事，多付出嘅嗰啲辛勞，都唔會白費。佢哋都係為你積累福報，都係為你加厚你嘅德行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悉皆知。你唔好以為你心入邊嗰啲小九九，嗰啲算計，人哋唔知道，你自己知道，天地都知道。呢個知唔係話有個神喺監視你，而係話你嘅念頭會影響你嘅能量場，會決定你嘅行為，從而導致相應嘅結果。善惡若不報，乾坤必有私。呢句說話你要反過嚟聽，
正因為乾坤係無私嘅，所以善惡佢一定會有報。呢個報有時候嚟得快，有時候嚟得慢，但佢一定會嚟。因果有輪迴，上天饒過邊個？佢唔會饒過任何一個違背規律嘅人，但佢都絕對唔會虧待任何一個真正腳踏實地、順天而行、厚德載物嘅人。你將呢個道理想通咗，你嘅人生就會變得非常坦然、非常篤定。